係，我係 Minecraft。你花咗好多心機去令庭園喺日頭嘅時候睇嚟好靚，但係最令人驚訝嘅係，大多數人從來都冇諗過庭園喺夜晚都可以咁迷人。我哋有一啲好靚嘅庭園燈具，令你嘅庭園無論係朝早定係夜晚都美麗安全，整體效果一定會令你成為鄰居讚嘆同埋矚目嘅焦點。安裝庭園燈具非常簡單，亦都能夠節省能源。你可以用聚光燈強調細嘅範圍，用泛光燈涵蓋大嘅範圍。利用各式各樣嘅燈具，庭園嘅風貌絕對會煥然一新。同時，你都會驚訝喺 Lowe's 竟然可以揾到咁多嘅燈具，例如照住走道同車道嘅入口燈，有柔和氣氛嘅庭園路燈，嚟強調樹木雕像嘅上頭燈、下頭燈同埋側頭燈，可以提升樹木、灌木叢同建築物魅力嘅隱蔽式投射燈。等我話你知測試燈具安裝位置嘅好方法呢，揾個朋友幫手，拎住有聚光同泛光功能嘅電筒，幫你照住你想要安裝燈具嘅地方。每一個位置要用邊種燈呢？邊個角度照先最靚呢？啲光線會唔會照到鄰居嘅窗啊？將你嘅計劃具體寫落嚟，首先畫出庭園嘅鳥瞰圖，包括所有主要特徵嘅樹木、牆、車道、走道同埋花園。將燈具嘅確定位置畫低，然後決定係要用太陽能低電壓定係高電壓嘅燈具呢？高電壓嘅燈具適合商業嘅場所，只可以由專業人員嚟安裝。如果用燈具只係為咗美觀，想將庭園裝扮一下，太陽能燈具係一個選擇。太陽能燈一下就可以裝好，無需要電線，完全可以自給自足。如果你好重視家居安全，咁樣低電壓嘅燈具就會比較好嘅選擇啦。呢一種燈比較光，而且唔使靠儲存陽光嚟供應電源。呢一個係一個簡單嘅低電壓 DIY 工程。呢一啲燈具組通常包括6至到12個燈光、電纜、接頭同埋燈具所需要嘅控制開關。你可以喺 Lowe's 揾到各種尺寸同埋款式。如果你嘅計劃比較複雜，你可以分別買零件，自己組合啱心水嘅照明設計。喺開始之前，先嚟講一下安全措施。如果你對電氣工程係冇乜把握嘅，請聯絡專業人員。喺開掘之前，就要請專業人員畫低電線或者天然氣管線嘅位置。只要打811就可以聯絡到當地電力或者天然氣公司，獲得免費嘅協助啦。我哋嘅安裝工程要多種燈具同埋變電模組。我哋亦都要接頭護套同電氣絕緣膠帶。因為電力需求超過200瓦，所以需要12Gauge 嘅電纜線。如果低過200瓦，就可以用16Gauge 嘅電纜線啦。我哋仲會用到平鏟或者切邊鏟、美工刀、電線剪同埋剝線鉗、螺絲批同埋工作手套。你可能仲需要木條嚟設置變電模組。想知道邊一種大小嘅變電模組先至符合你嘅需求，只要計出所有嘅燈具總瓦數就得啦。總瓦數就應該係變電模組電力嘅70%到100%。我哋嘅燈具總共係450瓦，所以要用嘅係600瓦。規模較大嘅安裝工程，變電模組可能要用唔止一個。首先揾出屋外嘅電源插座，所有戶外電源插座都應該係接地故障斷路器插座，簡稱 GFCI。呢一種插座喺潮濕區域提供加強防觸電嘅效果。將變電模組設立喺附近嘅入地木條或者喺間屋上面。依照製造商指示安裝燈具，然後將燈具放喺你預設嘅安裝位置，開始安置纜線，將每盞燈都接上纜線。呢啲纜線都裝咗接頭護套，目的係穿過纜線嘅外層，接觸到裏邊嘅金屬線。請你遵照隨燈具附送嘅安裝指示，從控制盒位置開始，用平鏟或者切邊鏟沿住纜線嘅路徑掘一條3寸深嘅坑。然後喺每盞燈具嘅安裝位置掘一條垂直嘅切口，將纜線推入坑道，將用嚟標示位置木條嘅尾插入安裝燈具嘅地面，作暫時標記位置。遵照製造商嘅指示，連接纜線同埋變電模組。如果有需要，將2條電線末端嘅絕緣層剝走大約3/4寸，再連接到2個末端螺絲。大部分低電壓纜線嘅前端都預先剝好，就可以安裝㗎喇。將變電模組插入電源插座，確定所有燈具都正常運作，調整焦點，跟住將燈具埋入地面固定架啦。將坑道填好，設定控制器，決定自動開關嘅時間。
然後你就可以輕鬆享受新穎動人嘅夜景啦。想知更多家居改善工程，請上網 Lowe's.com/Chinese 觀看其他如何做影片。